新竹北埔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的客家庄，对族口退休的陈万生屯设做国小先生的高明玉两公婆，去年底提起个开业咖啡馆顺后，开业北埔头一口的书店，韩国用北埔爱山呢接上看到的从米山羊来安名的。从米山羊是贵村的做地位调位，睇只嘅调位为贵到调度天古调子，嗰所以哋咪期望一个书店或是蔡天人推荐下，向下看书囤交流的一个素材。少管时以出南下，规件呢两批出皮的都咖啡香，加个好朋友，经典咖啡经打最古。他们夫妻待人很随和，所以大家很希望来这，尤其他泡的咖啡都动骨性。徐万生老公们有两公婆，4年前看到两件是跟80郎一个老顾客主动发展，所以老金买下来过后，出对新主事搬到北部来带。当起来就俩，当了不是蒙云长啊，哈，是当球嘞。啊，后来才利用了不是该线上的家了哈，是一些老诊所啊，彩地的北部人全部地也见到过啊，是该老线上我。春温显示老头嘅风尚冇改变，保留原始嘅作物，也保留咗北部人嘅記憶。所以咖啡館見咗呢時間啦，去年大啲都競爭啲咖啡開嘅一間書店。他家行那个是冇做啥像要是咖啡，但是开了书店北部的人，其实我行落来看这老照片，啊，我是觉得讲这些书店，就自然就散发出它的一些温暖啊，会吸引这些人进来。你也不用害怕说，我一定要进去消费嘛，所以呢，我们就想，开家书店就可以跟更多人交流，这就是一个人跟人可以碰出火花的地方。佢冇出嚟書了就好貼片，唔係講像冇背專門嘅，就像小孩子嘅上課嘅課程也都去簽嘅樣嘅資料，兩篇啥是好有歷史性嘅樣嘅。空間每一塊常駐白片，兩公婆都用心嘅同類生態環保與同土法樹料的類型嘅書，讓大家分享，還有東南亞裔公嘅作品。它可以进到这个书房来看到啊，这是我国家语言的书本，而且是很多跟他一样的移工或是一些来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作者的一些文学作品。開書店做嚟講係人類個滿用嘅門，就成件個街下不刻苦，成為買書本書是冇昂貴。台北是有一条街都是在卖书的。那你常常就会在那边流连忘返，你甚至可以不吃饭，可以在那边看一个早上到下午。苗路書台實體書店一件書起來，佢哋實都有容易了開書店。當後生就是看手機嘛，哈，或是他聽資料，就是也是手機 Google 平時有哈。他現在上半年12月開了書店哈，我發現講，其實哈，還有一群人都好看書啊。回頭嘅聲音落來，書店2張嘅準備辦一張主題書展。那我們要以我們客家的一些藝術家為主。就是這個書展啊，會展他的作品，還有展他的書，或是他手做的東西都可以。所以他這個就是現成的，要吃就來一碗。對，但是如果賣不完，他就可能要再帶回去。可是會不會等下一班車子就要開了？因為它停很久。老土書的提法，書店當地嘅展出嘅係相同兩張架入冊嘅作品。一跳埋來北部嗬，是嘅羅街行行，你買個好書嚟試試，韓國外賣買嘅東西是買。啊，跳天朋友來講，俺哋叫人都去聊見店，唔會做的。買法律是樹邊看看的，應該跳個樣挺好意啊，我讓佢哋介紹，你就買個圖。我覺得台灣現在就是因為有獨立書店，所以各個地方的風景變得不一樣，很溫暖，很親切，然後就覺得來到北埔就覺得就是會想來。
大家都看前面嘛啊，其实就看它的天水堂的后面真的也是很漂亮。然后加主办人还唔會去注意到嘅洗手菜，上下就係很難將嘅回收。呀，社图那款呀漂白的墙了啊，漂白墙看，像当圣景那样，就是用泥土啦、稻壳啦，哦，就是在地的一些材料，可以塑形一个砖块，然后晒干，一块一个还把它叠起来。搬到北部過後，全辦市公務員兩公婆至少慳，除被跌北部嘅紅額度穿上穿下，接上地執法，除咗新嘅發現。穿瓦牆其實第一個也是美觀，第二個就覺得它這樣會比較牢固了，哦，就讓它看好像自己這個房子穿了一個盔甲一樣。試着去跟當地的人去聊一下這邊的一些歷史，所以對這邊的歷史就有一種逐漸就是把它從點到線到面，就逐漸去了解到它。想了解出จาก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เลี้ยง素材，ขณะต้องเห็นเราเองหา穷หา分享。他就听人家讲说，江家的那个厕所啊，那个漆吧，就跟我们讲那个马吉哦，丢在地上还可以拿捡起来吃，他就非常有兴趣，他就想进去看一下，到底他们家的厕所是长什么样子。北部就當到古蹟，大棟建築都就講唔太解估。你看這個房子是有防禦功能的，你看很像銅牆鐵壁哈。你看這個都是打石子的，這不是？是原本的嗎？對，這是原本的打石子的，對。哦，然後呢，你看下面的鵝卵石也是去西邊，有沒有看到另外一邊？哎，那是鵝卵石嘛，對，都當那個電機用。那你看有槍孔，來看找得到槍孔嗎？來找一下好嗎？就是以前在防衛用的槍孔。這裡兩方對峙的古老聚落就有一些，我看到一些老房子。那老房子通常都是很矮小，那他们的巷弄都是很小，类似那个我们說去鹿港看到的那些巷弄。那為什麼呢？其實它是有防禦的功能。大量影響如蘇州去拜訪歷史衝擊，如先會看來體驗。全辦選老公務用嘅書店，唔單搶係書店，還能係住嘅平台，為下當地就啲地下相互交流，感受到書香老文化嘅本土。兩日係實體書店，冇辦法幫人代替嘅功能。書店是一個文化的窗口，如果有一家書店，就代表你這個地方是有文化的。我們知道這是不會賺錢的行業，但是它有價值的，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價值是可以慢慢去把它體現出來，透過這樣的一種實體書店的交流。